老公，等下安慰一下哈。你老公哪里有老公？你跟人家乱配对。我已经误会了。牛角马那，韩国福高点人种啊！对呀，那时候没有家教，你去当家教，家教谁要去啊？暗夜呢？三姑六男呀，从啊，心莫开呀，莫从各位心作，老热大擂台。老热强下台。今日礼拜六係六強積分賽天禮拜啦哦，從禮拜分數來講有一啲嘅檢查。係啊，傳統組嘅分數差某一度。係啊，哦，另外嗰個組分數較大嘅朋友，再較加油嘅嚇。積分賽比賽規則，大禮拜有無共樣嘅主題，先輸這主題演唱一首歌嘅，積分最高嘅前5名，做得今年年度總冠軍嘅比賽喲。今日評審先生有葉家秀先生、齊哲比先生、總飛先生、羅格利先生。好啦，講一下評分的規則哎呀，第一個羅金，沒有第一個葉家秀老師。好，基本的主題吼，真有意思，研究二項目，做潛意識歌來表現一個創本最思念嘅人，所以吼，真有表現嘅機會吼，看基本嘅參賽者，嗱感情唱出來吼，而且唱到本人感動了無簡單咯，吼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按住先，好，做嚟夾夾進行級嘅比賽啦，哈。好 TVB 參賽朋友。劉飛賢帶來心走。哦，用個走咧。大家好，我係劉飛賢。沙羅來呢一次老大家重解歌按到心照，心照係愛自家寫嘅歌，因為呢種感覺對我來講，雖然唔係好嘅感覺，可是佢對我來講真特別，因為從細阿媽其實講愛係在當中心照嘅聲音咧，咁因為呢種感覺特別，所以我是老佢寫作歌。trong theo thêm đèn nghiêng vút bồi hồng đu传来春意相信你高爱重高温總係堅定愛，將愛都水，將愛讓我，你講，將愛浸到你啊，看黑黑是做的。做盼到幾時？彎彎彎彎兩條路，行到無絕，難敢解潮氣，愛念你。
些都相依，柔柔热热，爱漫遍情，伤心已狂奔爱情。飞琴，一条歌的充满蔓延糖。阿妈，Q 用阿婆，对，你真的对阿妈的那种感情真的是很浓厚哦。对啊，阿妈就像我妈妈。所以你冲过嘛还比了，冲比糖啊。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阿妈。一条歌你吃虾吗？因为对阿妈阿婆我有要焦虑嘞。哎呀，信教是阿妈，我很小的时候其实讲爱黑在动信教改，很容易信教的小孩。一直到我比较有印象的时候，是我后来国中毕业要到外地读书，然后就每次要回去学校，就心里是很抗拒的。但是我的外在表现是看不出来，是不能表现。对，所以心里是抗拒。你这个心交好像延续到现在，还在心交。那个就心无法敞开。对呀，你到现在也是，你没感觉上你内心我对事情都很，特别是写这首歌的时候，最一开始是想阿妈，所以写。可是后来下头每改细节，我发现我对只要比如说我想要听的声音听不到，我想要看感音看不到，我这种感觉就很容易就歇斯底里啊。对，你会不会容易歇斯底里？有时候对先生，我对小孩比较，我对我自己。好了，放宽心，好不好？来谈一下叶老师的公平啊。作为一个歌手，我感觉讲唱一个歌唱到情就感情吼，然后去上模糊嘅部分咪拄好，从到阿婆这个讲法嘅感觉，还有一点，我是觉得特别的是作为一个作曲者，我觉得作者，我觉得应该给你满分，因为很少有作者会去写那种爱搞的诗。这个歌还没完，可是就让你去想。伤心已狂奔爱情，来感觉讲，你可以真的把这首歌写到大家那个丝丝入口。对，而且提准的是说，你能够把一个空白的画面留在那个地方，不给你想，这个是最特别的地方。我也很强调说，你所有写歌啊，做创作的朋友们哦，走得去想别的方式，因为视线歌很多，可是海陆的歌真的不多。然后基本上唱的两首歌，我讲，实在是真的非常难得，特别要夸奖你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按这些，分数应该懂我的可以哈，好。嘿，刘飞给你分数。罗国立老师对那个22分弱又出现了，意见很多我来讲哈，慧君艺术国的歌是他的歌词我非常欣赏，非常有故事性，非常本人有画面，但是我还强调我一次一个重点，俺也在歌唱比赛啊，我也在谈个迄样歌唱的实力，听着音准，当到地方就走出来，哈，听着气的部分，气的部分，你也没有很平均，你是这6个里面也是算资优生的，你的创作能力很好，你的现场的气氛、抓观众的心的功力也很好。可是为什么这2个礼拜来，你就是让我觉得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要不要回去好好想一下？你上个礼拜你有说到我讲的细节的部分，对，你说对了。这2个礼拜你的细节处理得非常，我觉得不 OK。
你去思考一下好不好？我希望你再加油，再精进，谢谢。好，不要哭了。快乐呢？对啊。哎呀，好了，加油加油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就放不开了，放开一点，向中头，哇，加油！对，老公，等下安慰一下哈。你老公哪里有老公啊？她老公在哪里？她老公没有来，你不要指鹿为马哎！你跟人家乱配对。不晓得我老公在哪里啊？好可怕！哎，No 哥，你不要介意啊，No 哥。我已经误会2个礼拜了。这男人，我老公在哪里？好了，回座休息，回座休息，好了，谢谢。乱配对，好了，啥嘞？碧云带来甜筒的 Levy。好。我嘅阿公都喜欢唱山歌，佢之前没接上看闹热大擂台，我答应過佢，我一定會來鬧熱大擂台比賽。不過一打上嘅係佢一下啲天堂嘅，不過我係愛聽佢講，阿公我做到嘅，希望唔啲天堂咪會聽我加油。算算以来已經10個年後，愛咩唔知只個多大用百行過來，我嘅枕頭強用水彩愛嘅右邊，我嘅香水含本本留在手面，我嘅相片。愛你呀，陪在身邊，愛相信一切辦法來騙世界，偏愛世界，你唔使離開。天堂的那位，你的天堂。
杨子生。嘿，你好。主持人好。哟，我好喜欢你今天的歌哦。对呀，而且唱好配你的声音哦。有偷练哦。有。有啊。我想阿公应该会喜欢。今天刚好是他去世的第10年。你对阿公的印象有懂成吗？阿公其实以前还蛮疼我们这些小孩的。对，然后他也很爱看这个节目。特别啊。对，他也是这边的忠实观众，然后他很希望我来这边比赛。哦，这样子。对。这样子你多少呢？韩 C。小2。小2。小2。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俺有个4年的比赛啊。跟你来比吗？冇。那时候还没信心。对，还没信心。然后就想说，有人可以来实现阿公的愿望，就会来农业大擂台比赛不给看。舞台当红，好好唱歌了。哇。阿公应该很喜欢哦。对啊。有了，他现在在那边看。这首歌今天真的唱得很好。是的，有感动到人。有感触。来，我们这位老师。因为对譬如的了解，可能年纪像特色，还没有办法运用到很多在情绪上带出来的声音，比如讲气音，天堂的那位，你没天堂的那位，就是你把它唱得很满的时候，技术上让满分，不过的情绪当不会，你去某法突进到里面去。但是天堂的那位。然后那之后比较有趣的这个部分就那可能跟他唐太飞琴唱歌哎，然后你唱歌哎，如果你们两个的优缺点 mix 一下，我觉得你们两个今天会拿满分呢。你上一下飞琴姐跟他唱歌的时间，佢上的起码啥阿媽，跟人哋唱歌的時間，我冇感覺到人哋上嘅阿公，唔點解意思哈？故所講，可能你年紀的部分，可能你特色，你要靠想象去想象。譬如說，我們拿一個照片，譬如說，我們前面有一個攝影師也好，或是你想象誰的樣子也好，出邊阿公嘅樣嘅，還講自家上嘅樣嘅，下擺此刻啊，創安嘅高興嘅時間，你用安嘅方法來想，我表現到比根本嘅還要好，加油！沈我欣賞。好，謝謝。來看本書。批元的粉書。对了，罗国立老师又认同你，23分不差了。好。哎呀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加油。謝謝。做休息哈。沙下來呢？林聖依帶來法術下。好，來彈啦。法術下。國中的時候，是我的那個有一個初戀的對象，暗戀他很久。好先進。你少來，你明明國小5年級。哎呦，你很前衛耶！水地影下誒，就算是會車，嘛會留以後。小康會不會？來，水地影下誒。我咁咩 hip hop， 我再見人，我咁咩 hip hop， 我腳甜定，这首歌是要献给我的初恋男同学。虽然我们有缘无分，但是我们也度过一段甜蜜的时光。这么久了，我很想问他，你过得好吗？我也希望你能够跟我一样幸福美满哦。年輕行過去，街風風啪啪嘅花，
就跌落你面前，跌落你肩背，跌落你脚下，发树下，你是他够吗？发树下。稀罕过去，该风风拍拍的花，就跌落你面前，跌落你肩膀，跌落你脚下，发树。发树下，有一个老师傅，做个给蓝色，做个给谁模样，就冲开门前。发树下，发树下，给发树下。一条东后堂的歌的哈，非常有味道的歌的，很不满意呢。国中的时候，是我的那个有一个初恋的对象。国中哦，对我暗恋他很久。好先进哦。好先进。你少来，你们国小5年级。幼稚园。2年级。哎呦哎呦，你很前卫耶。女同学打电话来家里，我爸说：“哎。”有女生打电话给你耶，很强。对，然后就是那时候国中就是暗恋他，那就是先跟他说做笔友。问题你同一个学校，你干嘛还要用写信？对啊，不同班。不同班就每天约在树下聊聊天，这样你就做得嘞？做唔得。啊？一天都下心呢？因为佢有女朋友。他已经有女朋友了，然后还跟你这样子私信，还又跟你见面，这个男人你觉得可以交吗？我们就纯粹只是功课上的交流这样，然后笔友。那你今天的意思，你唱这首歌，你要把它找出来吗？不是，就是祝福他幸福美满。因为我们毕业后，我们就都没有联络过，然后也没有见面过这样。说不定他有他的老婆。那个婚纱也是到你们公司去的，你不知道而已哦。哎呦，我认得出来啦。哦，你还认得华晨辉，你还认得出来？认得出来。哦。好啦，好，这个故事也跟大家分享哈，法书海的故事。那位庄慧茹老师，庄慧茹老师来，初恋。老师好，新瑜是，给米俩叔狗，我觉得你把它。该怎么说？把它唱到没有气质，我讲的有点严重哈。那因为，对，刚刚开始，因为雨薇这首歌真的很美，哈，亚苏沟真的写得很漂亮。那很多的东西你都对，
把树哈这种角度哈哈这种是唱歌，我一直觉得冲狗真的不可以有这样的这种东西跑出来，而且你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，你第一句的口白就错了，然后到最后还有一个老师傅哦，还有蓝色的点，怎么你那个老师傅吼哦，哎吼哦，对，这都是很破坏这首歌，真的，我今天有点严重的说。法术哈，有你给老师傅哦，一定要想办法改。我很期待下一班你从2首歌的时间，你可以把这些问题都改掉，我就觉得很棒，加油。什么先生？好啦，还你清白啦，代表你对那个初恋没感情啦。好了，看分数了。好，林生叶分数。叶老师更狠。哎呀，这我你是不是1分呢？不，是在讲哦，这首歌是雨薇写的啦。雨薇下个东西，头先，我很赞同那个慧茹说的哦，你要出国冲起来，一定要有那种感觉哈，冲起来噶就直接的给表达出了个感觉，是不能够这样子间断的，而且它必须要是连贯的哈。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我今天给你分数低，5趴，因为我觉得这样你才会吓一跳，然后你才会蹲得低才跳得高。嘿，我是希望你下一次你会有一个很大的起伏，因为整个比赛下来，我觉得你有点太平顺了，现在有点少了一点点那种紧张的气氛哦。现在准备绷紧一下，然后希望你能够跳得更高一点。好，好，什么先生？对，刚刚那首歌就是，前面虽然那个念口白的时候歌词有念错哦，对，但是还蛮有味道的。对，因为他的声音。法术哈，那种就有点会歪掉了，可惜啊，大手，好吧？所以老师的建议很好，好，加油！好，谢谢。回座休息，好的，下来。潘一涵带来4连55。今天唱的这首歌曲要献给我在花莲瑞穗国小曾经教导过我的老师。现在我长大了，对你除了想念，更多的是感谢。谢谢你的谆谆教诲以及照顾，谢谢你的无私付出。未来希望有机会也可以回到母校去奉献。丧失嘅良顺，又抢了嘅钞票，错的就像顺风带的太子爷嘅秘密，日头晒下來，土地。讲爸爸，爱就像石头，碰的口哟，甜甜。路爱器材放下路的给天线后，呜呜给身体一早爱等一早，记得讲好嘞，一生。恋爱
调嘛为难流水面，调子翻飞流水面，落桥以后，风险在也未离开之后，啥又转袂离，假思念。词曲作者应该很喜欢喝酒哈。哦，没有喝过。是这个是哇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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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。对对对。是什么意思？酒的一种。它其实是在澳洲有一个那个原住民的部落的一个城市的名字，他用乌鸦去那个取名叫哇嘎哇嘎市。对，它其实是就是乌鸦的名字取名的。哦，不是那个酒哇。不是，哇嘎。对。啊，这首歌是要献给谁？这首歌我是想要献给因为其实我小学念过3所，然后我其中最有印象就是回到花莲，对我回到花莲的那个瑞穗春日国小念书，那时候小1、小2。这是秀姑兰溪那个。对，我家在那个附近这样子，然后就是因为我有一次发烧，然后我不想回家。因为我爸有跟我说不回家，对，因为我爸有跟我说过，因为他都会说，出去要多穿一点啊，如果你生病啊或者在外面受伤回来，我不会帮你擦药，我会先打你一顿，然后擦药的事或看病的事后面再说，所以我不敢，有这种爸爸？我不敢回家，我就跟老师说我不要回家。你爸爸好狠哦。对，然后老师他就请假，他就找了代课老师上后面的课，然后他就开车带我去医院看病，因为我那时候在部落，其实附近是没有医院的，我就觉得他开了好久好久，我也不知道他开到哪里去。对，我就觉得蛮谢谢他的，感谢他，是吧？对。好，这个是感谢老师的一首歌，很谢谢他。10连5，10连5，哇嘎哇嘎。好嘞，那罗国立老师，嘞。很多年下来哈，我嘅道里头有只舞台。初秋的同优秀嘅参赛者，因为爱之深，所以责之切。对你们每一位参赛者，我们在座的评审，其实心里面一个最殷切的期望，就是说你们越来越好。然后我在问我自己，我会不会拿这个很专业的这个标准去审视你们，然后去要求你们，反而造就了你们压力，然后在这个舞台上的表现会因为这个压力带来失常。以遗憾的例子来说，你是一个就声音的本质来讲，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歌手，可是很可惜你还是没有很成功的去掌握运用你的声音，就是说你不是那么精准的可以控制自己的声音。还是那句老话，到这里真的就是比细节了啦。虽然用专业的高度去要求你们，但是有时候也是不得不的，因为大家都这么优秀啊。那我们不得不用更专业的、更高水准的评分标准去把你们找出胜负出来，只能这样做。那希望每一位评审说的话对你们都有帮助，好不好？加油，谢谢。好，讲那么久应该也就是22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看分数。潘一涵的分数。哎呦。受到肯定，加油，好吧？ OK， 等阵休息。来，杀下来。陈忠權今日帶來 noodle。哦，佢用特別組帶來個英文名嘅歌嘅咧。noodl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陳昶均。今天我要唱的歌是《Noodle》。这首歌的歌词呢，非常贴近我和我前女友之前的生活。那我想要借由这首歌的歌词，让她知道我还记得以前我们生活很美好的那些画面。然后我很谢谢他曾经带给我
这样子的生活，让我现在还是能够好好的怀念，然后让我好好的细细去品尝，然后谢谢他，我很好。Yeah. Ha. All right. This is Ayo. Come on. 水电影下 A. A A. 水电影下 A. 水电影下 A. 水电影下，水电影下，水电影下会让伊恐吓的时间就会不延，那就像伊早晚的上就是跳不延。伊讲伊会好好把爱管伫卡死，不过安用的爱发电，不就无伊无事，伊做得伫抓，做得伫改编做，嘛该偏偏伊会去伫爱嘅面前，伊讲魔法，嘛该系魔法，伊讲伊的都需要的魔力和功法，爱唔系动有钱，伊上的事，嘛该爱做得吐，伊去传钱。该是一种简单的快乐，不怕线条简单计法，可能唔是最好，不过爱善意，好到有sense，两种感觉爱唔会讲，伊嘛唔会知 ，maybe you 因伊犯做系你，记得老爱讲两种心情。好，水电影下诶诶诶，水电影下诶，就算是会听，嘛会留以后。水电影下诶，只有一只动电影下会在。水电影下，水电影下，水电影下诶，那定义是东西，不是讲系派题。不过恐吓按求就200是同一亲手足，看你提一提你跑数，第三系魔水会犯输住，爱动将伊扮演就伫个都需要，真挑可爱对爱笑爱自豪，喵喵爱的鼻孔夯，就哈就爱已经分不出你的天使啊系魔鬼，拿出来爱见白用的吹了，也唔系累了，爱莫买吹跳。不过讲到出面爱讲题，某一敢讲天意，歹势爱唔系傻皮，莫便宜，伊莫通讲眼见那会是吹出去来，也会用心思，今日就用爱教伊用伊注意玩好是个泡面本意是水电影下诶，还望声音问爱是的节目，水电影下诶，叫佢一只动电影下会在。水电影下诶，只有一只动电影下会在。水电影下，水电影下，水电影下诶，Yeah。Come on， 水电影下诶，他们声音原来是在节目。水电影下诶，就算是在车，嘛会留以后。水电影下诶，只有一只动电影下会在。水电影下，水电影下，水电影下诶，水电影下诶，诶诶诶，水电影下诶，水电影下诶，耶耶，水电影下，水电影下，水电影下诶 ，That's my life。哎哎。哎，大家好，最电影下，厉害呢啊！你情歌也可以啊，这种嘻哈的东西，这种哎你也还好了，你来应该也可以。我哈，小康会不会？啊，来，水电影下嘅。哦耶耶，北个咩 hip hop， 我再見人，北個咩 hip hop， 我腳尖電，耶耶。可以嗎？掌聲鼓勵一下。那什麼東西？腳尖電。厲害呢！有 feel 呢，才子很厲害。真的 freestyle 呀！这首歌叫金蛋。这条歌显不满意，啊，这首歌是给我的前女友，对，因为今天就是这个月啊，刚好是我跟她分手的，应该说对分手的第3年，刚好这个月。那你交往多久？交往1年，但是其实那1年内本来就是说要2个人要一起回来台湾，就是闯梦想，然后那一起回来台湾闯梦想是做什么？就是唱歌啊。就是我跟他我跟他是那个在唱歌比赛认识的，在那个多伦多的唱歌比赛认识的。那为什么他后来不回来？因为他觉得这条路有点辛苦，他觉得
他觉得不切实际。哦。对，然后可是其实我不是去教课嘛，我去教课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要赚钱嘛。那我赚钱其实就是要买机票回去加拿大，因为1年的时间嘛，我们交往1年的时间。我在台湾差不多待了8个月左右，那4个月的时间呢，我都有买机票回去。大概是可能就是每台湾住2个月，我就回去1次。对啊，结果他还是觉得受不了。对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刚来客台那个时候，是还蛮难过的。哦，就你刚来狼狈的那个时候。对，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说，我好不容易终于上电视，可是他却不在我身边。那时候是还走不太出来。这么听来哦，我觉得你爱他比较多哎。我是啊。对啊，女方比较。那他现在有没有在等你？他现在已经交新男朋友了。那你还在唱这首歌，你打扰人？不是，就是我唱这首歌的意思代表说，我现在已经释怀这件事情了。对啊，但是我想要让他知道，就是说，过去的这些回忆我都还是记得。所以怀念他了，就带来这一首歌给他听。是，对。OK。老师们，他唱的怎么样呢？用班啊。好了，这位老师哈。我必须要说，你进步很多才1个礼拜的时间哈。我觉得光你一出现那个那个声音的时候，吃到龙双礼拜出某穷样不管你的顿点也好，不管你要给大家创掉出国 Q 的态度也好，可能 NVIDIA 出国 Q 对你来讲有当中有意义还有故事。然后我觉得更难得的是，我第一次看你，不是在主舞台的中间，你在那里很自在的时候，跟小康老师他们是一体的。然后我基本上就给你很高的分数了。Come on， 水地影下水地影下然后呢，虽然讲，俩当中，因为俩词懂读，你又记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害怕了？你好几句都已经落掉，而且第一、第二你也搞不清楚了。然后，但我觉得无伤无损于你在这首歌的表现。那有一件事我必须要提醒你，嘻哈它毕竟还是一个态度，可是在这首歌里，我觉得你就少了一个挺出来告诉大家，来从军，懂爱你，两爱懂厉害。你懂我意思吗？现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觉得你现在已经接近我们要的95分了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哦，你说95分，你问看看罗国立老师愿不愿意？我也很担心。好啦，来看分数来。嘿，陈崇军的分数。他终究还是不愿意。加油了，就是1分。对，因为我其实我在你身上看到另外一面啊，因为没想到他唱这个歌，可能因为你长期在国外哈，这个接触到的音乐很多元，所以你唱这首歌真的还蛮有味道的，很棒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谢谢，加油，好，谢谢。终于放下了，恭喜你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回去再找你女朋友了。好，撒下来。来口带来巴豆。好嘞，唱过来。爱错的路顺今天说到这首歌，觉得这个黑管老师是吹得非常棒，真的是加了很多分数。欧罗那边这边，其他的也很好，他只是。韩国福教点人种啊。对呀。那时候没有家教哈。你去当家教？家教谁要去啊？半夜。Fikin 我上爱人你讲动感请你写暗号的歌曲，也是歌曲巴多，但唱是表达思念。对我来讲，我上爱和大家分享这种失去之后的美丽。一条老山路，我讲出来泪，爱发抖。
该走在夜路走，然该跳，然该跳啥条路，爱走的路顺。你跳楼三楼，夜空走来来，爱巴多走在电动椅哟。以为转来呀，以为转来呀，转来呀。什么太高？哎，两位老师又见面了哈！嘿，你好，转来了，转来了，转来了！恭喜哦！你们好，你们好。你是什么？新年快乐要包红包了，是不是？我刚刚一定是太陶醉了，三个都陶醉在舞台当中。哇，我们在台下所有老师，我看现场所有人，你看慧清不知道哭到哭到的，叫都死掉了。这首是慧清写的。Speaking 下个歌，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一种很想念，然后离开，但是可以有全新的一个 vlog。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慧清唱这首歌就是在脑里大乐团，那时候就是真的就是一直被这首歌感动。对，就是那时候想到的是这个跟阿公。阿婆离开嘅老人家，那听你把谈到给从亚洲歌曲是在竹东的音乐节，那时候就是会想到比较年轻的一些朋友，就是生离死别的感觉，对，这次自己唱就是。其实现在是觉得是从本把到这个应该会用版，然后未来到底是怎么样子？就是因为以为自己本来是这个样子，但经历了一些就是高潮迭起之后，就是重新整理，对，重新出发。真的好棒，这是。哎，蛮勇敢的。真的，三位老师真的好棒。谢谢大家。不需要这方面不需要学我。没有，人家刚有小孩，那个。今天早上还去产检回来而已。公休。来，老师。庄慧茹老师。对。雨乔，上礼拜跟这个礼拜，我听你唱歌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。进步就是我再也没有听到你那个小喉咙的那个你说的那个猪叫，对，没有了。那个在我们的耳机里面是很清楚的，能够听到你唱歌跟你的呼吸，不再有那个，我觉得真的很棒。今天说到这首歌，其实我觉得这个黑管老师是吹得非常棒，他的运气，他整个出来的那个声音的线条真的是很美，真的是加了很多分数。欧罗那边这边，吉他老当然是整个配合，那边有没有让你享受的？应该这样讲，因为也很好了，那只是太常听到了。对，可以这么说。坦白就是因为吉他比较常听到，确实，因为我自己在这个圈子这么久，我身边非常多的吉他大师，所以你也是非常棒。但是我可以
为什么会比较？因为真的是在我们的流行音乐圈里面比较少听到这个黑管老师演奏。OK， 好，这是这个部分。那至于宇乔这首歌哈，要给你一点建议。我觉得你的唱功一直都是没话说的，但是这首歌，你的那个用的声音到最后我觉得太硬了，你很多都是在这个舌根，你那个然已经到这里，你后面没有办法再发展，你然之后你应该要再回来再重来，不然你这边已经，所以到最后你那个我们就一直听到这个声音。你整个在后舌跟那个就是这样，我们就听到的是这样的感觉。那其实，在耳机里面，你回去听的整首歌这样下来，到最后会有一点觉得太多。然该跳啥条路？你慢慢的去铺陈之后，到后面你应该要挑个1、2句把它放下来。重新再来，才不会说整个歌一直唱到后面就整块都是那样子，那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。这只有是一个小小的调整，其他的部分我觉得整个情感上都是非常好的。对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看一下个分数喽，好不好？来看分数。哇！跟上礼拜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6分。上礼拜没给我是6分，但是上礼拜是每一个都24吧？对。对呀。好。生风。2位老师还给你满分呢。生风叶超老师。对。杨妞老师，什么杨妞老师？对。对啊。好，谢谢3位哈，谢谢。谢谢你，加油！流行歌曲比赛结束了哈，那谢谢4位辛苦的老师，什么欣赏？大家哈。那我们接下来是传统组的比赛，好，我们一起看传统组比赛。好，也系按天意礼拜传统组的一分赛啦，哈。上礼拜有讲过，上礼拜比下来，大家成绩分数拢伫伯仲之间，这真系伯仲之间。对啊，因为老师每次猜那个邱霞老师讲伯仲之间，伯仲之间，烟堂去就伯仲了呢。好，咱共用啦，接近啦，哈。系啊，他分数10分接近，但还有5礼拜了哈，他个变下来哦。加油！来，今个这样比赛啊，比赛之前介绍下你评审欣赏。永远有欣赏，蓝认真欣赏，恰克嘅欣赏，李秋霞欣赏。好了，欣赏介绍的本他啊不用强松啊嘞哈。系啊。先试翻，系咪？没了。没给我这么嘅，不用强松哎哈。哎呦，俺注意了嘞，错解哈。俺油腔都一边听人物，嘿，而且从后堂的。今天有客人来啦，有，欢迎。好，的油腔的慢人呢？超彩云带来每间房。我来谈啊哈。每采风中渐发，渐发送本少年家，莫向花树间给，哎呦千年万载唔会嫁，哎呦，嘿嘿哟，千年万载唔会嫁。每见一对冰的脸，开花结子两相连，莲花暗将心比苦，哎呦难以通过张团圆。每见一对紫藤花，紫藤缠朵
哎呦，树枣花车不分家，哎哎呦，嘿嘿呦，树枣花车不分家。每件衣类没有淡化，风花也爱入来扎，人家出门爱做飞，哎呦忙耶忙耶过回家，哎哎呦，嘿嘿呦，忙耶忙耶过回家，过回家。哎呀，哇，今天真的哇，那节目是，我觉得我们很有福气耶。对啊，是不能共用啊。除了有眼福嘿，哦，口福，还有耳福啊！谢两位名主持人，哎呀，真的。等于看呀，我节目。哎呀，安尼啊，安支持啊。帅哥名。我呀，那节目也非常用心啊，做得唱到安尼客家天迄位哦，赖皮下先生那个壮松民族啊，千金啊，哎呀，所以赖皮下先生们也觉得很欣慰，这样，哎呀，还好我有个女儿，这个接下我的衣钵哈。对啊，继承衣有啦，哎，很棒。后生是挺爱咩？照上照下。不过唐讲彩云老师西洋快是好冲山歌哦。爱咩开班，总来开班爱上去好，做个真是做个学生诶。 30岁唱来得及哦，那我要报名。 60岁没来得及，有兴趣。哦。哎呀，所以你现在30岁了。嗯。哎，其实没有关系，不用问的那么详细。对我30岁。对呀，所以你看会唱歌的其实冇差，那叫好多冇差。哎呀，阿叫从细耳濡目染。哎呀，唐妈妈你唱，哎呀，个青菜那个辣嘞，这个米都是10分都多米啊。对呀，泰国人面前啊，空中人冇啥很多了。冇啦。好谦虚。也安尼碧霞乡土民谣客家剧团嘅团长。嘿。 爱跟成立叫的。今年嘟嘟20周年。哦，20周年哦。哎呀，最近也团有乜个表演那个。哦，最近俩团因为20周年哈纪念啊，是讲就讲上来了，三个台北哈客家该看那汀州街啊，客家园区表演8月17号，已经是定好日子了啦。 时间大概是7点了哈，晚上。礼拜5，半夜17号。安不跳7点。7点。拜五哦，他来撩你了嘛哈。然后总那个就定在我们的客家事务局，9月份日期还没有，他还没有给我了，也是会定在。第3场是我麻烦那个何一峰老师跟我找地点，还在那里表演，我还没有确定。哦，都是。所以3场。 有兴趣的看，确定的时间让同学讲啊，他个都做宣传啊。可以再邀请到彩云老师在对节目当中好好宣传一摆啦，哦，谢谢给我机会，对，真梦。哦，安子生呢，今天唱完后示范不好有味道哦。都麻烦了，今天要丑都给他哈，做完的客座教授哈，谢谢你，安子生，好，大家。金好。好，来马上进行今日比赛啦哈！比赛之前还要来讲一下你评分的标准。好，今日有有请到龚云牛先生。好来，大家好两个礼拜呢，嘅主题呢按照韓國嘅路，每隻選手呢就係長出你人生當中你嘅經驗印象一啲深。 記得一點清楚嘅事情，所以講係用3個嚟創業故事。當然啦，除了你係唱歌嘅技巧基本之外，還係表達你感情當重要。希望大家。哇，安子生，哇，28是講緊一個一生嘅故事，知道沒？好，怎麼一禮拜比一禮拜很難啊？很難啊！我都替你們緊張啦。來 ，TV 潮汕朋友。來，請人帶來評判。來，彈過來。
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赖清燕。今日我唱的这首的片版是头摆24的时节，对了农家的事情。头摆24种牛、割草、摘茶，当那事情，然后回忆起来当生起，然后两下声音呢，只会搞天老母穷人，希望大家。牛角哇那哇那，肚里有空那，老一孬装那牛啊，我才。希望大家讲。帅哥美女，你好，请演泰国。来，分享一下今日的主题的故事，好。好。对啊。頭擺細讀書讀小學，轉下來係割草，禮拜係摘茶、改番薯、檢超。做嘛按農村的生活。係啊，農村的生活就會按樣嘅啦。土薯土古了按可以還要再做些哦。係啊，割草轉來不牛舌啦。哦。對啊，冇見過嘅團。係啦。對嘛？唱藝啊對，對嘛？係咩冇見過嘅？唔同嘅歌唱唔好，土薯按辛苦貴哦，下天數做嘛嘅。我頭擺我開茶鋪店，我咪咁樣啊，我下課以後我送貨，我同阿爸爸送貨了。唔係貴8桶嘅是咯？冇啦，係啦，我爸有陣時無閒啊，送貨係送嘅。嗰樣時係忙奧托拜，我用起市場茶送嘅。可能因為遇到拍戲才會有這樣子。啊，對呀，對對。拍戲真有你生活嘅經驗。對，剛才清辛苦嘅吼。啊。清辛苦啊。當辛苦。難怪看人家是細特別通講個路行專讀書專業，行點人種嘅路啊。係哦，讀小學差唔多行1點鐘。1點鐘哦。係啊。冇辦法去市場茶呀嘛個。佢哪有錢哦買市場茶啦？連市場茶都冇。哦，還冇作蟹哦。冇，用行到學校點人種啊。係啊。4年嘅時間啊，讀書行點空鐘。家嘅時間太加腳皮咪親盆啊。還有當盆。哦。按夏天怎麼辦？不是很痛？一樣啊。喲。哇，難怪人個特別體力有練到，個當日都行按叫嘅時間。那時候沒有家教，你去當家教？家教誰要去啊？暗夜對不對？可以到家裡來教我們4行暗夜的如何種如夢。小剛老師，如果請你去當家教，你要嗎？他看對象，他看對象，漂亮的才去。好啦，按呢個談一下欣賞的公平。江老師，我知道呢個兩品版。你做到你自己東西係被向嘅挑，
所以你一定好係相信在呢只跳動中，你是發揮到當好啦吼。所以韓國呢一種係很強呢一隻梅圖，你啊本大家因談嘅故事嘅時節，小強按慢慢當伊談嘢，當有情當有心，按講呢一隻故事，會給人家感動的。我覺得當好，雖然伊就為咗嘅重要老人重要，冇才講伊嘅冇要調到一下。老人哦，裝那牛啊，冇才有功啊。但是呢，我還係知道你啊跳山歌唱到當火堂，許夢英。許夢先生，所以就是樣樣唔睇啦，哦。莫這個下節㗎，大家可以衝下睇面粗粗。老兄禮拜莫強用。哎呀，看一下分數。好，哦，來。來親人的分數。做對了，上禮拜多少？96。96，嘿。推扯。所以我推一下哦，差唔多。比賽時間前面每那個音會閃失。是。係，安子姐，好嚟，謝謝。今天畢業當場，殺下來。林彩麗帶來六三歌。等我啦嚇。18來春那個，我爸爸係老外家官啊，係朋友啦，好朋友啦。所以家伴人爸爸好朋友啊。係啊，爸爸好朋友啊。家伴人爸爸好朋友啊。唔係啦。做線橋啦！大家注意，我係一位高三嘅學生嘅，同時愛比賽留讀書，實在係真辛苦。今晡日帶來耶穌六三歌，我愛希望當到貴人留好朋友。喺一路上對我嘅幫助和支持，我一定會好好唱下去，加油啊！擂台挑戰。莫簡單讀書啊，實在難啊！火燒蠟燭。心唔天好彩你帶我來做伴什麼睇㗎？容易啲，好。大
个人生吼，同样的比了，真的时间来讲吼，较短，短多，10多年的点点，所以10多年，有乜个人生的故事有哪个分享？就是要拜转来农业大擂台嘅心情。嘿，有这个精彩哦。因为高中3年生，要考试又要顾比赛，所以很累。对。然后呢？就那么辛苦，你看现在小孩多不能吃苦，你看看那个每天走了1、2个钟头的路也没有哭，他只是被弹卡到而已。就因为小孩多玻璃心，你看。你看看，无啦，比赛还会下歌词，亚拜就年度的6强，亚就是这几首歌，就会感觉天数爱写出来的。有天数爱，尤其是亚述歌的。所以你对亚述歌的有信心？算可以，因为这首歌其实我们写这首歌没下动球，然后很有默契的时候是第3句亚述歌的第3句，就会给副手蜡烛，熄唔停。就是我们2个人同时都在想“蜡烛2头烧”这个词，然后我们2个又同时讲，所以就把它斗进来这里。哎呦，好厉害呀！相当按色今天按有文化啊，思维很成熟，就是刚好想到。哎呀，对呀，所以你就要发挥啊，你就要让他发挥得更好嘛，对吗？不要觉得好像好累，我也要读书，我要。那时候真的很累，因为书不用什么读，没关系。会啦，马该不是偷啊，对不对？不能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来，唐先生来讲评啦，来认真先生。蔡啲今日唱老山歌哈，我有一個建議啦，如果喺度團結啊，哈斷句嘛哈，唱嚟講法，要愛乜嘅喏，哈，要愛讀書實在難，你講。要愛了，讀書實在難，安尼翻我都感覺到講，做嘛唔可以要愛讀書啊，實在難哦，那就是一種感嘆嘛，哈，安尼翻吼，要到詞意會表達到有冇，較強烈啦。如果有隻習慣起碼咯，都後尾會撥到3段來唱啊。其實嘛呢，洛山歌鬼才嘛個一氣呵成，一氣呵成。好，假使講也戲綿長嘅話，所以洛山歌一般嚟講話係鴉片傳到幾片戲啊嗬，盡量係電嘛個東西咯，電也戲送嚟拉木，曉得安尼有冇韻戲啊嗬。所以呀，大家因談嘅話，對，你唱了以後啦，但是咧，我哋講，假使你講可以啊，因為我自己個人嘅看法吧哈，假使講可以拿嚟唱比安尼有冇流暢，莫因停頓嘅話，一路上過行靠我好聽，加油哈！什麼先生？這個董浩健哈。好，再來趙老師。剛才賴仁正老師講青島哈唱法。啊，講山歌無論上邊強，講人唱出國體強。講人的唱法要慢唱，他只要把這首歌唱到有潤咪輕重要，詩唱出來，我是覺得我這個年輕人他的前途無量啦。不過呢，他今天唱的歌要愛讀書實在難，該讀書該量則是專人莫安講，待會聽聽啦，還是可以你再回去再練一練，還有機會。還有機會。謝謝。看一下兩個分數。好，林采妮的分數。什麼95分。一個。好。雙禮拜到吧？95。哎呦。保持得很好哈，希望你更上一層樓，好不好？好，謝謝。好的，這邊然後坐哈。好了，撒下來。天秀瑩帶來3個字。彈過啦。我一生過得真幸福，
有想我嘅爸爸媽媽，結婚以後有愛我嘅老公，以下有我嘅奶嘅、妹嘅、孫嘅，全部都當乖、當友好，感謝上天給我一個幸福美滿嘅家庭。18來春那家，當愛了長大，也用夢愛呀，身天落空共有我誰那子啊，家用了下那，已經知了孫啊，滿堂我空那。帅哥美女，今天是新娘子耶。哎呦，暗风啊！你係藝條拜結婚嘅時節做嘅。按舊嘅時間保留到呀，很質感嘛。你係經驗性啊？對呀對呀。有經驗性的。一粒嘛係哦。你唔係你凊彩三拆下來嘅。咁你多歲啊結婚咧？18歲。好早啊！18歲哎，彩麗，你可以結婚了。他18歲就結婚了呢。你太老了。啊，趕快嫁給你乾媽的兒子，快點！什麼表情啊？哎，你乾媽都看到一定很難過，乜個表情啊？啊？你看人家18歲就嫁了。對啊，18歲啊。對啊，我跟你講，趕快結婚，可以端茶，人家會給你紅包。對。哦，他說以後也可以了。以後會貶值。以後會貶值。因為頭拜係我比較乖巧的類型的。哦。爸爸講要蠻講，你就有那堂孫孫的呀，那樣很順從。這爸爸這段其實媒妁之言，知道嗎？我爸爸係老外家講啦，係朋友啦，好朋友啦。啊，所以你家伴人爸爸好朋友啊？係啊，我爸爸好朋友啊。家伴人爸爸好朋友啊？唔係啦，做閃橋啦。哦，你講清楚㗎。唉，像咁啊，家伴爸爸好朋友，你乜嘢言啊你？你做閃橋啦，我爸爸好朋友做閃橋啦。爸爸好朋友有啲拉啦。冇我家講冇錯咧，係。爸爸好朋友。好朋友有一啲拉啦。係啦，而家拉嘅啦。這個心都啊，唔會講嗌。你那個是你不是你選的，你喜歡嗎？你的老公？哎，我覺得我那時候很乖巧哎。爸爸覺得說，哎，那個對象可以，因為我老公係單丁一子啦。獨生子。對，獨生子啦，無法選擇。阿布卡環境樣板。環境還可以。還可以。對對對。就是因為環境還可以，你才願意對啦，我爸爸才會選擇說。你不要一直套我。因為我想說，哎呀，還大10歲，然後又從沒有見過面，然後你就要嫁給他。因為我也想說，我爸爸應該是他的好朋友做媳婦，他應該會疼我啊。
也觉得说这个家庭可以托付，然后这个年轻人也还 OK， 对，很乖。所以他现在的婚姻也是非常的美满，看得出来，对，幸福洋溢，子孙满堂哎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我过得很快乐啊。是啊。对，然后我婆婆又当时她又很疼孙子，对啊，因为一个儿子而已嘛。关系上聊好吗？先谈欣赏的公平啊，好嘞。好，来，老师。好，那个天秀演手机哈，佢咪帶來一個三個字，你記得哈，每段落嘅來音。接音，好比講18了出哪一家，接天一嘅，有冇？都我要給頭去接點接點，我同佢接上來，盡量接上來。再過來呢，也個美韻做到身健康嘅頭嘅時間，也個來音還有多少會講母親韻。母親園仍然貼喺建狀，第二氣嘅問題也一點也有影響到人前面院嘅生，也以後就自己要注意嘅地方嚇。加油！加油！什麼先生？好，安子先，好，來看人嘅分數哦。天秀妍嘅分數。什麼先生他個這麼強的分數就蠻高。哎呀，加油！還有4個禮拜，好，邊個嘞？好嘞，專業畢業當好坐。下來。潘景惠帶來評判。來講啦。我在宣假之後呢，就講喺社出頭之後啊，非常人失望去打拼傳承，讓新我看人嚟生發。很多我哋自己睇咧之後，非常人地上地下，有講失望傳承，穩定去收業，我哋辛苦咧也非常人達得咧。前惠哥。分享一下個人生的路程哈。我就想講，家下結婚之後啊，喺時間成日咧愛識來用啊，所以非常艱苦做，很多嘅咧睇到開始讀書咧，加用錢喺那睇，對，然後上次做到11歲到10點鐘9點，都一到些時間就看唔是邊嘅。起重機嘅時間就出社會咧，起重機嘅時間出社會咧嗬，就
一点赚钱的，就唔使用到那钱，就还轻松。谈讲生意也有好啦，就是生意的拢有拿钱赚来。真怪啦，係啊，認真做事咧要地上地下，就唔可以講現在來啦。做事情啊，全部做到當天貼，唔可以見彎啊，樣擺，認真做，就穩定啊，穩定。你就安心啦。係啊。一般講生意啊，人家太太講生意，他家第一份禮物啊，丟去了買的哦，對呀。主要嘅禮物啊，哇！韓國家下太太很彩嘛，韓國太太也一張。哦，一堆啦吼，一堆。對，哇！所以啊，嚇，一天哇，當歡喜啊，生意咧，太一啲人個安尼辛苦。當安慰啊，所以啊，其實是較冇辦法攞嘅咯，也唔是很掂嘅，可以當你的創歌嘅其中之一。係啊，人生好啊，嗬，歡喜嘅，係啊，快樂都好，嗬，真係嚇，嚟，睇下先生公平，嚇嚟，唱下先生，好嚟。哎呀，秦惠雄啊，秦惠雄。你今日啊，情眼空中，雖然咧情啊，我兩啥今日心情無情咯。啊，你怎麼猜哦？兩啥都鐵脱，今日清大爽哈。因為4點嘅時間，4點，我上任是多少辣？哦，我水冇咩辣嘅啦。還有三川咧，3咩講到，個寡婦講到寡婦，哦，好上到出到吹寡婦當吹歌。你說鐵脱地啦，好，你自己啲啦哈。三川啊，佢話乃不啊。所以呢位呢是非常強多嘅分數哈。啊，你講唱歌嘅嘛，就用詩的作用，你就唱到為了就為了作用，哦，結果詩咬章冇是鐵脱。所以你記得，你唱歌嘅時間啊哈，你先大家唱到講嘅詩、音章、作用哈。用腳比左比講哈，發音咬詩也非常重要。還有輸音嘅時間要記得，哈輸音嘛哈，講哈，唔係有人頭前一下不用講太啲，對後背輸音啫，哦起不着，要是青島按那麼個頭重沒強啊，哦所以我注意啊哈，所以你今日我感覺嘅壓力太，還有加咬詩要貼得多，所以呢希望你運動還有機會啦，下回加油啊！好啊，嚇到嘅哦，哦。像趙老師，送啊，親講啦，潤啊，親好啦，真緊係你傳統嘅唱法。哦，韓國呢，可惜哦，佢後背吼，後兩段呢14個字啦，全部有唱到按用突切彎氣啊，哈，換氣的地方分冇好，哦，所以講你一定要注意，我係感覺吼，你要倒來就加來參加啦。因為哈，這個都是歷練啦，哦，你加來參加幾擺，都唔會緊張，體驗係嘢嘅。哦，問題已經來參加唔定5、6擺啊呢。有年後生從30人唱到60人沒有啊，下呢度唱係要哈，所以說舞台經驗很重要。好，好，謝謝。謝。好，來分幾個分數啦，來。翻請開分數。還好，還有93分以後，哦，呢個冇按你貼出嚟，應該分數咪當好嘅啊。哦，加油！壓力不要太大。係啊，好，謝謝。啊，加油，去做消息啊。接下來，紀敏勇，今日帶來6、3個。來聽啦。光月了望啊是啊，跟牛會欺負細妹了，佢細嚟要上去欺牛，我一擺吼，客上去時要欺負那裡，其他人係逼下來。哎呦，你做風站係嘛？唔係啊，你多牛啊！我咩客家人，故所學識客家話，特別的辛苦，咩鬧過當道嘅笑話出來，呢下也做宣傳師嘅，希望能夠讓客家文化推傳下去，加油！
空空飞天，看以前呐，上手嘞。在心上，来听呐，全身哦。沈蒙太家，两位主持人哈，08哥好，你要分享吗？给啊？哦，是08心路历程。做新城市，刚开始学语，真的当辛苦，因为我唔係客家人啊。學嘅過程就咩親身去，就到當到消化，像你講嘅唔正嘅話，記得係客家人就會笑到哈哈滾啦。你自我介紹時間啦。自我介紹唔係啦，係別人介紹我，佢講係呢位唱細米蓉，全部都笑到哈哈滾。一聽明啊，一聽明。用別人專門係細米蓉，細米蓉。講真咧，其實厲害啦，見嗰啲成員。哦，客家新橋，哦，啲副橋叫做總頭，楊梅，哦，帶幾十年，當然，你入境隨俗嘛，你去到個片時嘅，叫嘅是個語言慢慢就會學，但是講能會講，唔可以講，你完全唔可以講哦，我冇辦到楊梅嘅時間，全部唔要講，全部唔要講，是後來辦咗啲楊梅嘅時間，辦到楊梅帶將開始學。因為我自己本身當氣氛，你係客家風俗，故所我對客家當有興趣啦。哦，有興趣嘅話就會學嘅較夾落啦。唱歌學下夾啦。我講客係冇係嗬，較簡單，但愛唱係攞去考嘅。最認真，中高級嘅。看到冇？中高級哦，中高級哦。是考嘅中高級哦，唔是初級。哎，嘛個初級呢？我一報就報中高級。哦，我喺條初級都係蠻考過。考出來，你有沒有考初級呢？哈，要考初級哦。哎呦，你報名啊，用啲哦。厲害啦，厲害，真係。加減學識啦。精神令人感動跟欽佩。來，我哋談一下欣賞的貢品啦，好嘛？江老師，今日唱嘅係老山歌哦，也我知道伊有得多少按到心餘力不足係嘛？在上日美時間，我會知道係一種按上不足嚇，像嘅高音嘅力量啦，韓國咧對咧上音嘅機器控制也係力不從心。來聽不過呢，唔怕，我想你就按耐心，就講嘅羅山歌，你起到好系列嘅時節，你唱其他好小調啊，都有可能就唔會按呢類情況啦。
好，请问你。是孟先生。好，那就请赖老师。戏美容师哈，创个洛杉矶啊，其实加同捏了好几把冷汗啊，尤其喺面行天基地司机啊，但是行起啊都注意糖，看不着添冇，結果兩機就奔辦過去啊，好像點樣話喺邊氣溫較好啲嘅，安尼話吼，創洛杉矶當位本人吃到感覺都講較流暢啊，流暢度較搖啦，莫本人擔心啊嚇。是孟先生。是，唔知我你上山嘅啊。唔係啦，初改片吼，人氣當強對，後人較難。我今日唔好坐嘅，唔企定，唔企定。我坐先生嗰邊好。好不好？咦，還有呢位嘅，幫我一本坐啊。來，看本書。看本書。來。戲美容嘅本書。哎呀！係呢做的呢？是孟先生。就是上次嘅唱歌咧，嗬。咁咩？而家沒有救生嘅。有啦。有啦。啊，就是上次嘛唱歌嘅啦。謝謝。哦，希望有好成績啦。哦，謝謝啊，謝謝。好啦，撒下嚟入邊呢？曲蘭今天帶來平板。哦，唔係曲法。送禮拜樣要。大家好，我從細就到個鄉下農家生活，家下嘅環境非常嘅清苦。我哋讀書轉來呢，係來聽做開些，希望大家聽我講了故事了後，能更加珍惜呢下嘅生活，承望大家。謝謝哈，非常好，大家好。分享一下你嘅故事，本他嘅談啊。哦，我咧嗰個是寫講細嘅時節不下清艱苦啊，嗬。啊，你哦細人讀書嘅時，要咩不下聽做些了，個田忙講係嘛是鹹了，我後來聽鹽嘛個見出門來試田啊，啊家鹽後來聽講咧將轉去出口讀書啊呢，啊我要種過牛啊，個牛要欺負細妹了，個細嚟要上去騎牛，我一擺後騎上去要騎過那裡，其實人係逼下來。哎呦，唔係做風站係嘛？唔係啊，佢唔知多牛啊，佢唔本細妹騎拍㗎。啊。也一段故事哦，講本也係後生人生嘢。你在說天方夜譚嗎？哇，真是的嘿。我乜該做過，所錯嘅我全部做過。哎呦，真係，人家全部都苦過來。係，咁不過咋好咧，過到結婚咧。係啊，也就開始享受誒。冇啦，而家要出手了了。是，講到這個故事，目前這個空間只有我跟財力沒有經過而已。
我也没有啊，我看过。你讲的好像你有啊。我看过乡下待过。哦，你在戏里面。我没有那么老。哎，李伯安的后生晚辈是个警惕呢。是啊。人要惜福，要知道吃苦，对不对？才能方为人上人。对啊，你看特别去味道鲜艳的特殊安尼饼上饼呀，个番芹花先生，因为睡4点钟天天啊，减4分工。做味道本身也好好的特殊。所以无抢了生意安好，主菜摊先生拿了是不能交钱哦，无。该好按哦，过来办福气的先生，我做迄拿，唔敢全部开迄拿，就该河巴了啊，又就转个拿无。没钱。嘿。没钱好拿。该人比下都按断还在下。真的哦。就让真的，那么骗。你看亚哈公司那种家庭的付唔起个安尼学费吧，还有什么助学贷款？对，那上个头还有助学贷，头摆奶油，头摆这是隔壁邻居的家，亲戚朋友家。你也不知道。对哦，辛苦哦。啊，所以头摆真的哈。哎呀，国泰民安啦哈！啊，对呀。风调雨顺。风调雨顺。来，安尼唐先生的公平啊咧。谢老师。我相信也基本也果子一定很自家写啦，哈，也是将也给过往的事情然后写过了。但是我要提醒一句哦，因为也地度哈，天一下来转希望过秋冬，清明啊4天国我要望年冬，听到冬啊，啊，唔做那个4天国我望国逢。因为4天国我们希望讲国树都万国昌嘛，所以也係以後講唔要下下果子的時間做得不妨搶高前批啦，也再過來講吼，基本你創也平白，其實也係上就真是也有天生，所以也本身的飲食係有，但是唔能夠利用也個韻味同佢創作來補也個唔自家本身的飲食，但是有一點嘅地方，你忘記嘅時間跳去當太上。也唔一天來注意，因為唔講，比如講，唔也個童年了往哪時啊，佢就真係談得都清清楚楚。童年了往哪時啊，猜心了終難。你自己可以慢慢的訓練。可能麥克風自己要注意下，好冇？好，是冇。其他來講嗬，我想應該也很做得啦，嗬，再加油哈，再加油。謝謝，什麼車先生？三下來，秋夏先生。好，扣蘭哈，提起童年往事在心中，猜什麼做？猜什麼？再再個幾隻人轉圈，你猜什麼就很硬的喂。好，你講個唱歌做潤腳嘛，愛聲音啊，係嘛嗬？你轉條轉歌是做家幾隻潤腳咯，要不更加好聽嗬。嚟轉戲服，還有高秋冬，我是感覺你熟悉嘅時間，因為多數不足。個熟悉，因為你頭前用去聽台嘛，後邊你熟悉咩時就感覺你戲就不足，你得慢曉運用，注意嗬。係日頭咧是辣鹽。其他蔬菜很做得啦，加油！是冇先生。好，謝謝。來，看不住。Q 人的分數。6分哦。我在想哦，特別細細起到個牛誒，可能牛嘛。你馬嘅講北上嘅冇，你個牛講嘅吧？冇啦，冇安尼事情啦。好啦，恭喜恭喜嚇！我哋再邊當場。好啦，天意禮拜6強積分賽已經結束啦嚇，繼續加油咯！大家過分的朋友都繼續保持下去啦嚇，分數較大咯，後邊慢慢腳上去啦嚇。OK。好啦，安尼好唱歌嘅朋友哦，咩希望也大家繼續來報名哦。哦，報名專線0993883988，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1。好，等一下都來報名。好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還有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，安子先。莫先生。謝謝趙老師。謝謝趙老師。謝謝安子先。對，
有请长水仔加油喽！辛苦了哈。什么小天？谢谢老师们，谢谢，辛苦了啊！还有工作同仁们也很辛苦啊。是。那咁我們記得下禮拜空一陣時間嘅時間呢，鬧嘢打嚟睇，鬧嘢叫下嚟。